大家好，好多人可以反對買保險，但係佢唔可能反對以下嘅嘢。好可能呢，係我能夠使到佢自己嘅屋宇嘅按揭啊，可以自動完成。你唔可以反對，話唔愛呢個咁樣安排。一下我哋有啲咩事情，屋企嗰個咁樣嘅按揭供樓自動完成喎，係自己嘅退休金呢，係可以一路攞到永無休咁一路攞落去，即係話你就唔怕 living too long， 你又唔可以反對話唔要，係每個月都俾家用屋企人咯。就算你係有咩係行開咗呢樣嘢，你可以反對買保險，但係你亦都唔會係反對話我每個月將會有一份糧咧，係一個咁樣嘅你自己嘅入息咧，係俾你屋企嘅。一個完整嘅財產嘅成全，即係話我有1個億嘅財產喺度，多個零會變咗10個億，少一個零就變咗1000萬。如果多個零，你個生活都一樣啫。但係如果少咗個零呢？如果我哋有一個適當嘅安排，我就可以將呢個1個億嘅財產呢，完整 pass 落你下一代嗰度，做好一個成全嘅準備。你可以反對話買一份保險。但係，我相信你都唔會反對，你將個億完整擺落去你下一代噶嘛。好啦，就同大家咧分享多啲咁嘅意念。拜拜。擔心冇客見，你擔心揾唔到生意，擔心你自己口才唔好，又或者已經同你自己團隊或者你上司唔夾。如果你係一個想知道有關多啲我哋呢個行業嘅人，或者已經係喺我哋呢個行業裏面做緊嘅，大家好，我係 Francis Chow。我個團隊正係揾一啲出類拔萃嘅人加入，我哋會利用各種唔同嘅電子渠道嘅工具，幫助你建立你自己嘅銷售網絡。我哋都會利用公司多元化嘅電子工具，解決客從何來嘅一個問題。我入行都快45年啦，我係利用呢一個開放、積極同埋協助大家嘅一個精神去領導大家嘅。一個能夠令到你成長、升呢、升級同埋達到你自己夢想嘅團隊，正係等緊你。或者你用呢一個電話或者呢個電郵，而家即刻打俾我，等緊你啊！